南投一集的山椒真出名，所以最近推出了一个小旅行，带着游客来了解到山椒甲一集小店之间的关系，嘛来看金蕉、食金蕉，亲身来体验到各种的金蕉 DIY， 游客拢感觉真趣味。 来到一集这间金蕉观光工厂，游客才知影原来有这么多品种的金蕉，生甲嘛拢无同。有的掠准是花草的食物，原来嘛是蕉壳。这里有没有看到？有，有。跟我说有毒。这个呢，可是有毒。有一天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在卖，我就很好奇，我就去查，为什么有毒，还有人会去卖这个？哦，原来它是围毒。 吃了会拉肚子。除了看到各种的金蕉，阁会使耍金蕉、食金蕉。这是一店最近推出交朋友吧小旅行，希望让游客透过了解金蕉的过程，第一集行一撮充实的小旅行。可以看到千奇斗艳啊，长得像竹笋的、长得像荷花的香蕉之外，那我们还有提供采蕉的一个课程啊，我们还会用绿香蕉、香蕉花，还有甚至就是做成像焦糖吐司。 等等的一个香蕉特色餐，亲子共游共学的时间，还有包括他们的餐，我也觉得很有特色。香蕉入菜，应用在地的特色，然后集体的特色，将集体的在地的食材，放到餐桌上，我觉得非常的棒。透过这个活动，亲子共同来参加，特别有互动的趣味性。若有兴趣报名的民众，拢会使来问集店公所。